屬虎嘅朋友，你停一停先。今日呢條片你一定要由頭睇到落尾。2326丙午年對你嚟講係一個非常之關鍵嘅年份，關鍵到咩程度呢？你嘅貴人、你嘅財運、你成個人嘅人生轉折點，好可能就喺呢一年定咗落嚟。不過呢，我必須要先同你講一件事：2326年你千祈唔好着白色嘅衫出街辦重要嘅事。呢個唔係迷信，呢個係有命理根據㗎。你身上着嘅顏色係帶有五行能量嘅，着錯咗，你本來應該入袋嘅財就會溜走，本來要嚟幫你嘅貴人就會擦肩而過。我今日唔單止要話你知點解唔可以着白色，更加重要嘅係，我要話你知兩個顏色，你喺2326年着多啲，用多啲，貴人同財氣全部都向你靠笠過嚟。呢兩個顏色到底係乜嘢呢？你繼續望落去就知㗎啦。我而家幫大家將2326年呢個丙午年嘅大格局講清楚，你哋要知每一日嘅天干同地支就好似天地之間嘅兩股力量喺度互相配合，呢個配合出嚟嘅五行格局會影響到每一個生肖嘅運勢走向。2326年天干係丙，丙係乜嘢呢？丙係火，而且係陽火，係太陽之火，係嗰種光芒萬丈、照耀四方嘅大火。地支係午，午都係火，午火係正午嘅太陽，係火氣最旺盛嘅時候。你睇下，天干係火，地支又係火，所以2326年就係一個火氣極旺嘅年份。成個大環境嘅五行能量，火佔咗絕對嘅主導地位。咁呢個同屬虎嘅人有咩關係呢？關係大啦！你哋要記住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命理基礎人，午戌三合火局，人就係虎，午就係馬，戌就係狗。呢三個地支啱埋一齊會合化成火局。2326年嘅地支係午。午火本身就係呢個三合火局嘅中心位置，叫做帝旺之位。屬虎嘅人木天生就同呢個午火有三合嘅關係。換句話講，2326年嘅太歲午火同你屬虎嘅本命地支人木都係天然嘅合作伙伴。呢個代表啲乜嘢呢？代表呢一年嘅大環境能量係願意同你配合嘅，係願意拉你一把嘅。不過呢，合局還合局，你自己唔可以搞垮佢。點會搞垮呢？就係你喺五行嘅運用上出咗差錯，你本來同流年係合作嘅關係，結果你身上帶咗唔應該帶嘅能量，呢個合局就合唔成，甚至會反過嚟傷害你。呢個就係我點解要特別講顏色嘅原因。顏色唔係裝飾顏色，顏色係五行能量嘅外在表現。你每日着咩顏色出街，就等於你每日帶住點樣嘅五行能量同外界互動。好，就嚟講點解2326年屬虎嘅人唔可以着白色？白色喺五行裏面屬金，金嘅特性係乜嘢呢？金係肅殺之氣，係秋天嘅能量，係收集，係砍伐，係向下沉嘅力量。咁屬虎嘅人五行屬木，木最怕啲乜嘢？木最怕金，嚟克佢，金克木，呢個係五行相克嘅鐵律。一把斧頭劈一棵樹，斧頭係金，樹係木。你話樹怕唔怕斧頭？梗係怕啦。你屬虎，你嘅本命能量係木，你着白色衫，等於你身上裹咗一層金嘅能量。你自己嘅木氣要先被你身上嘅金氣克一度。你可能會覺得着件白恤衫有幾大不了啊？我話你知，平時年份或者影響唔大。但係2326丙午年唔同，點解唔同？因為呢一年火太旺啦。丙午年火旺到咩程度？天干丙火，地支午火，火已經係滔天之勢啦。喺呢種火旺嘅格局底下，金本身已經被火克得好慘噶啦。火克金，金喺2326年係最虛弱嘅五行之一。你諗下，金已經被流年嘅大火燒到就快頂唔順，你仲要將呢個虛弱嘅金氣着喺身上，就好似一個病嘅人走嚟挨住你，唔單止幫唔到你，仲會拖累你。更加麻煩嘅係，當你身上帶住金氣，你本命嘅木氣會同呢個金氣產生衝突，金克木，你內部先打起來。然後外面嘅流年旺火又嚟克呢個金，火克金逢，你身上就形成咗一個非常之混亂嘅戰場。火克金，金克木，你嘅木比夾喺中間，兩面受敵，喺命理上叫做氣場紊亂。一旦氣場亂咗，你做乜嘢都唔順利。具體會點樣唔順利呢？我同你講幾個層次。第一，人際關係容易出問題。金克木嘅能量
反映喺人債上面，就係會遇到小人。係點樣嘅小人呢？就係嗰種表面同你客氣，背後捅你一刀嘅人。因為白色金氣帶嚟嘅係暗中嘅肅殺，唔係明刀明槍同你嘈交，係暗地裏俾你洗參子。你可能傾一個合作，本來就快成事，莫名其妙俾人搞彎咗。你可能喺公司裏面本來要升職，突然間走出一個人同你競爭，呢啲都係金氣擾亂你氣場之後會出現嘅狀況。第二，財運會受到壓制。二眼26年屬虎嘅人本來財運係唔錯嘅，因為人午半合火局，火係你木嘅食傷生財，呢個係一個賺錢嘅好格局。但係你着白色金壑木，等於將你生財嘅根基劈咗，樹根被劈咗，樹上面嘅果點樣長得出嚟呢？你賺錢嘅能力，你抓住機會嘅直覺都會變得遲鈍。明明一個好機會擺喺你面前，你會猶豫，你會判斷失誤，然後眼白白睇住錢從手邊流走。第三，健康上要小心。屬虎嘅人本身肝膽屬木，26年火旺木生火，你嘅木氣本來就喺度大量向外輸出。如果你再着白色金氣嚟克你嘅木，你嘅肝木就會更加虛弱。肝主疏泄，肝氣唔舒嘅人容易情緒唔好，瞓覺質素差，眼睛、肝架、筋骨瀉痛。女性朋友仲要注意婦科方面嘅問題，因為肝經循行嘅路線會經過小腹同胸極，所以你睇着白色呢件事，佢唔係一個簡單嘅審美問題，佢牽涉到你成個23、26年嘅運勢佈局。我講呢啲唔係要嚇你哋，而係喺命理上確實有呢個道理喺裏面。五行之間嘅生剋關係係非常之精密嘅，你順住佢行就順風順水，你逆住佢行就處處碰壁。好，忌眼講完，跟住落嚟先至係重點入面嘅重點。我要話你知，二岩26年屬虎嘅人應該着多啲，用多啲嘅兩個顏色。第一個顏色紅色，你哋可能會諗，你頭先話二岩26年火已經好旺，仲要着紅色。火上加火會唔會出事㗎？呢個問題問得好，但係你嘅思路搞錯咗一個關鍵，你要搞清楚一件事：屬虎嘅人木同午火係三合嘅關係，人木生午火，呢個火唔係嚟克你嘅。呢個火係你生出嚟嘅，係你嘅能量延伸。喺命理上，我生嘅嗰個五行叫做食傷，食傷代表啲乜嘢？代表你嘅才華、你嘅表達能力、你嘅創造力、你賺錢嘅手段。對屬虎嘅人嚟講，火就係你嘅食傷，就係你展現自己創造價值嘅管道。23、26丙5年火旺，呢把火燒得越旺，你嘅食傷能量就越強。食傷越強代表乜嘢？代表你越有本事將腦入面嘅想法變成實際嘅成果同收入。但係呢度有一個前提，你嘅木氣必須夠強壯，先至可以源源不絕咁生火。如果你嘅木氣唔夠，燒起嚟就會反噬你，將你自己燒乾咗。着紅色嘅意義喺邊度？紅色屬火，你着紅色等於喺你嘅外部氣場形成一層火嘅能量，呢層火嘅能量會同流年丙午嘅火氣產生共振。你諗下，你本命係人木生火，然後你嘅外部氣場都係火，流年大運都係火，人午合火嘅呢個格局就被你徹底激活咗。呢個喺易經裏面有一個卦可以解釋，就係離卦。離卦係兩個火搭埋一齊，上面係火，下面都係火，叫做離為火。離卦講嘅係咩道理呢？離呢個字有附例嘅意思，就係光明要依附喺某樣嘢上面先至可以發揮作用。太陽嘅光要照喺大地上面，立足嘅火要附喺燭心上面，你嘅才華要附喺正確嘅平台同人脈上面。屬虎嘅人二啱26年着紅色，就係喺度啟動離卦嘅能量。你會發現你嘅貴人運變得非常之明顯。點樣嘅貴人呢？係嗰種真心欣賞你、願意拉你一把嘅人啦。可能係你嘅上司主管突然俾一個重要嘅任務你，等你有機會表現。可能係你嘅合作夥伴帶俾你一個過號想都唔敢想嘅資源，亦都可能係一個你好耐冇聯絡嘅老朋友突然間同你介紹咗一個改變你人生方向嘅機會嚟啩。
話，仲有一個重要嘅特質，光明正大着紅色嘅人，氣場係陽光嘅、積極嘅、有感染力嘅。你行到邊度，人哋都會覺得你呢個人好有精神、好有幹勁。呢種氣場會吸引貴人主動埋你身人，係咁噶。願意幫有衝勁、有活力嘅人，冇人想幫一個萎靡不振、死氣沉沉嘅人。咁紅色點樣用呢？唔係話你全身由頭到腳都着紅色，搞到好似去辦喜事咁。你要學識巧妙咁運用男仔嘅話，可以着走紅色或者暗紅色嘅上衣，低調得嚟火氣十足。領呔拔手勒嘅勒帶，呢啲細位用紅色點天，效果就好好。女仔可以揀紅色嘅絲巾、紅色嘅耳環、紅色嘅手袋，或者着一件剪裁利落嘅紅色外套。重點係要令紅色出現喺你嘅上半身，因為上半身對應嘅係你面對外界嘅氣場。仲有一個好重要嘅使用巴儀，當你要出去傾重要嘅嘢，面試、簽約、提案、見客呢啲關鍵時刻，你一定要喺身上帶住紅色，唔使多。一條紅色嘅手拎，一個紅色嘅筆，甚至袋口放一張紅色嘅紙都有用。因為關鍵時刻你嘅氣場需要最強嘅火氣加持嚟激活你嘅人五合火格局。講到呢度，你大概都體會到紅色對屬虎之人2326年嘅重要性啦。但係淨係得紅色仲唔夠，火再旺，如果冇根基，嗰啲就係虛火，燒兩下就冇噶啦。你需要第二個顏色嚟幫你固本培元，等你嘅好運可以持續一整年。第二個顏色綠色，綠色喺五行裏面屬木，你屬虎人木，本命五行就係木着綠色，就係喺度強化你自己嘅本命能量。呢個喺命理上叫做比劫幫身，即係點呢？就係揾同你同類嘅力量嚟幫你。頭先我講過，兒眼26年火旺，你嘅木氣會大量咁生火，木生火啊嘛，火越旺，木嘅消耗就越大。呢個就好似一個人搏晒命做嘢賺錢，賺就係賺到，但係身體捱壞咗，咁賺幾多錢又有咩用呢？綠色就係嚟幫你補充元氣嘅，你着綠色等於俾自己輸入木嘅能量，等你嘅根基穩固。唔理外面嘅火燒得有幾旺，你都唔怕俾人燒乾。呢度有一個好深嘅命理道理，食傷生財，火係你嘅食傷。食傷可以幫你賺錢，但係食傷嘅源頭係乜嘢呢？係你嘅日主本身，你嘅日主係人木，你呢棵樹本身要夠強壯，先至可以持續咁生出火嚟，火再去生土生財。如果你嘅木唔夠強，火一旺起嚟，木就被熄乾啦。嗰陣時傷反而不是幫你賺錢，而係喺度消耗你，所以綠色嘅作用就係確保你嘅木氣充沛。當你嘅木氣夠強，你生出嚟嘅火就係有根之火，係可以持續燃燒嘅火，唔係閃一閃就熄嘅火。有根之火先至可以生出真正嘅財嚟。呢個道理喺易經裏面都有對應。你睇巽卦，巽係風，五行屬木，巽卦嘅象辭講嘅係風嘅特質，無孔不入，無處不到。風係乜嘢？風係睇唔見摸唔到，但係佢嘅力量係仔透性嘅，綠色嘅木氣都係咁，佢唔似紅色咁張揚咁明顯，但係佢嘅作用係仔透到你生活嘅方方面面，默默地幫你穩固根基。你着綠色喺義眼26年會帶嚟啲乜嘢好處呢？首先係財運，綠色幫你固本，你嘅木氣強咗，你生出嚟嘅食傷火就旺，食傷火旺咗，生財嘅能力就強咗。呢個連鎖反應一旦啟動，你會發現賺錢變得比較順手，唔係嗰種天跌落嚟嘅橫財，而係你嘅判斷力變準咗，你對市場嘅嗅覺變敏讀咗。你知道幾時應該出手，幾時應該收手。屬虎嘅人本身就有冒險精神，但係26年有綠色木氣幫你穩住陣腳，你嘅冒險就唔再係盲目嘅賭博，而係有把握嘅出擊。其次係心理狀態，木主生發，主條達，一個人嘅木氣充足，情緒就會比較穩定，思路就會比較清晰，遇到事情唔容易慌張。義眼26年火旺，屬虎嘅人容易心浮氣躁，因為火太旺，人就會急咗就容易做錯決定。綠色幫你將呢股燥氣壓落嚟啦，等你在熱鬧嘅環境裏面保持冷靜。呢一
一點喺做投資、做決策嘅時候特別重要。好多人就係因為一時衝動做咗錯誤嘅判斷，結果後悔莫及。再嚟係人際關係木嘅能量係柔和嘅，有親和力嘅。你睇春天嘅樹木，萬物復甦，生機盎然，人睇咗心情都好啲。你身上帶住綠色嘅木氣，你俾人嘅感覺就係溫和嘅，值得信任嘅，有生命力嘅。呢種氣場同紅色嘅熱情配合起嚟，就係一個既有幹勁又有親和力嘅形象。呢種人喺職場上特別食得開，因為上面嘅人覺得你有衝勁，可以重用；隔簾嘅人覺得你好相處，願意配合。綠色點樣使用呢？綠色係一個非常之百搭嘅顏色，日常穿搭好容易融入。男仔可以着深綠色或者軍綠色嘅外套，配深色嘅褲，既穩重又有生氣。女仔可以選擇翡翠綠、松柏綠嘅上衣或者裙裝，氣質會非常之出眾。另外喺你嘅工作空間擺一盆綠色嘅植物，都係增加木氣嘅好方法。辦公台上面擺一盆細細嘅盆栽，每日望到綠色，你嘅心情同運勢都會唔同晒。住屋嘅佈置都可以運用綠色，客廳擺啲綠色嘅攬枕，房間掛一幅以綠色為主調嘅畫，窗簾揀啲帶有綠色元素嘅款式。呢啲細節望落去唔起眼，但係五行能量係無時無刻唔喺度運作嘅。你逗留喺一個木氣充足嘅環境裏面，長遠落嚟效果係非常之顯著嘅。有一個特別好嘅搭配方式，就係紅色同綠色一齊用上衣着綠色配紅色嘅小飾物，或者上身穿紅色戴一個翡翠綠嘅手林頸鏈，咁樣你嘅木氣同火氣同時到位，成個人五合火嘅格局俾你由裏到外全部啟動。你行出去辦事，氣場係完全唔同嘅。好，兩個顏色講完啦。跟住落嚟，我要幫屬虎嘅朋友將2026年全年嘅運勢做一個比較詳細嘅分析，等你知道邊幾個月要衝，邊幾個月要守。先講事業運2026丙午年，屬虎嘅人喺事業上面係有大機會嘅。頭先講過人午半合火局，呢個半合嘅力量喺2326年特別強，因為午火係太歲，力量最大。當你嘅本命人木同太歲午火合埋一齊，代表你呢一年同呢個大環境係同頻共振嘅。大環境推緊邊個方向，你就比人哋更容易搭上呢班車。具體嚟講，2026年火旺嘅年份，同火相關嘅行業會蓬勃發展。咩係同火相關嘅行業呢？科技業、網絡業、能源業、餐飲業、娛樂業、傳媒業、教育培訓業，呢啲通通屬火。如果你本身喺呢啲行業裏面做嘢，2026年你會感受到一股非常之強嘅推力，好似順水推舟咁，好多嘢以前覺得好難推得喐，呢一年突然間就通咗。唔喺火屬行業嘅朋友都唔使擔心，人午合火帶嚟嘅核心好處係貴人運。呢個合局嘅力量會吸引對你有幫助嘅人出現喺你嘅生活入面。你可能會遇到一個新嘅老闆特別賞識你，可能會碰到一個客戶主動揾上門嚟俾大單你，亦都可能有一個前輩喺關鍵時刻拉你一把。但係有一個條件，你自己要主動，唔可以匿埋喺角落等。26年嘅貴人唔係你乜都唔做就會自己嚟嘅，而係你向前衝嘅時候，發現有人喺前面幫你開路。所以屬虎嘅朋友，呢一年喺事業上面要積極，要主動出擊，唔好太保守。再講財運，2326年屬虎嘅財運分兩個層面嚟睇。正財方面，即係薪水、固定收入呢啲，會比2325年有明顯嘅提升。原因係你嘅食傷火旺咗，食傷代表你嘅工作能力同表達能力，你表現好咗，老細自然會加你人工，俾更大嘅權限同資源你。如果你係做僑物嘅，呢一年你嘅溝通能力特別強，說服人哋嘅功力會大增，業績上升係可以預期嘅。偏財方面就要注意節奏。咩係偏財呢？投資買賣、博弈、意外之財，呢啲都算偏財。26年屬虎嘅人有偏財運，但係呢個偏財運唔係平均分佈喺每個月嘅，佢有高有低，有啲月份
機會好到不得了，你出手就中，有啲月份暗藏風險。你以為穩賺唔賠喎，結果跌咗一跤。所以等陣我講到月份運勢嘅時候，你一定要仔細聽，呢個關係到你袋入面嘅錢。跟住講感情，運屬虎嘅人，2026年桃花運唔差。如果係桃花同正緣係兩回事，你一定要分清楚火旺嘅年份，人嘅魅力同吸引力都會增強。屬虎嘅人本身就有種天生嘅領袖氣質同冒險精神。2026年呢啲特質被火氣放大咗，異性會覺得你特別有吸引力，已經有對象嘅人，呢一年感情會比較濃烈，但亦都容易因為雙方都太有主見而起衝突。建議你多運用綠色嘅木器嚟緩和，木主油，又能克剛單身嘅屬虎朋友，2526年脫單嘅機會好高，尤其係下半年。但係我要特別提醒你，唔係每一段嚟到你身邊嘅緣分都適合長久。火旺嘅時候，人容易衝動，覺得感覺啱就一頭栽入去，等火退咗先發現根本唔適合。所以喺感情上面，你可以大膽追求，但係唔好太快做承諾，俾自己3到6個月嘅觀察期，睇下呢個人到底係咪真係同你合拍。然後係健康運呢一點，我要特別強調，2026年火旺屬虎嘅人木生火，氣大量外泄，木喺人體對應嘅係肝膽系統，肝藏血，主疏泄，主筋。當你嘅木氣被火大量消耗嘅時候，你嘅肝臟負擔會加重。具體表現就係容易疲勞、眼睛乾眼模糊、情緒起伏大、瞓覺質素下降、偏頭痛。另外，火旺仲容易影響心血管系統。火喺人體對應心臟同小腸。2126年火氣咁旺，心臟嘅負擔都唔細。屬虎嘅朋友，如果本身就有血壓偏高或者心律不齊嘅情況，呢一年一定要定期檢查，唔好輕視。飲食上面少食燥熱嘅嘢，辣椒、燒烤嘢、酒精呢啲都會令你體內嘅火更加旺。多食啲養肝嘅食物，綠色蔬菜、杞子、菊花茶、酸味嘅嘢，呢啲都對你有幫助。運動方面，2026年屬虎嘅人適合做啲柔和舒展嘅運動，瑜伽、太極、游水、散步都好好。唔建議做太激烈嘅對抗性運動，因為你嘅火氣已經夠旺。再激烈運動只會令火更加旺，更加容易受傷，尤其要注意筋骨方面嘅問題，扭傷拉傷嘅機率比往年高。好，跟住落嚟係非常之重要嘅部分，2326年屬虎嘅人需要特別留意呢幾個關鍵月份。第一個關鍵月份，龍龍3月，時月大約喺國後嘅4月到5月，時係蛇，蛇嘅五行都係火。你諗下，丙午年本來火就旺，3月又嚟一個時火，4、5連埋一齊，火勢更加猛烈。對屬虎嘅人嚟講，呢個月你嘅食傷能量會去到一個高峰，即係點呢？就係你嘅靈感、創意、行動力都喺滿峰狀態。呢個月如果你要推一個新計劃、發表一個新作品、啟動一個新事業，係非常之好嘅時機。但係有一個提醒，火太旺容易衝動，你嘅想法會多到爆炸，一陣想做呢個，一陣想做嗰個。如果唔識得聚焦，最後乜都做唔成。呢個月一定要學識取捨，揀定一個方向，全力以赴，唔好貪多嚼唔爛。第二個關鍵月份，龍南6月，未月大約喺國戌嘅7月到8月，未係陽，未屬土，但係喺三合火局裏面，寅午戌三合，未雖然唔喺三合之內，但係未同午係六合嘅關係，午未合土。呢個月對屬虎嘅人嚟講係一個財運嘅重點月份，因為午未合土。土係火生出嚟嘅，喺你嘅命理格局裏面，土代表財，火生土，食傷生財嘅能量喺呢個月會特別活躍。如果你喺上半年做咗充足嘅準備，呢個月好可能就係你收成嘅時候。有投資計劃嘅朋友，呢個月可以留意機會，但係記住見好就收，唔好貪心。第三個關鍵月份，龍臨8月，酉月大約喺國後嘅9月到10月，酉係雞，酉嘅五行屬金，呢個月你要特別注意，因為酉金沖克人木，雖然沖克嘅力量唔似正沖咁強烈啊，但係酉月嘅金氣會令你嘅木氣受到壓制。
具體嘅表現就係你可能會遇到一啲挫折或者阻礙，工作上有人同你唱反調，或者一個進行緊嘅計劃突然間卡住咗。呢個月唔適宜做重大決定，唔適宜簽約，唔適宜投資大筆資金，以守為主，等呢個月過咗先講。仲有呢個月千祈唔好着白色金月再加金器，對你嘅木氣壓制會加倍。多着綠色嚟護住你嘅本命木氣，紅色都繼續用，等火嚟克制過往嘅金氣。第四個關鍵月份，農民9月戌月大約，喺國曆嘅10月到11月，戌係9。你記唔記得我頭先講嘅寅午戌三合火局？寅係你嘅本命，唔係太歲二申二六，戌就係呢個月嘅月令。當你嘅本命太歲月令三者同時形成三合火局嘅時候，力量係非常之強大嘅。呢個月可以話係屬虎嘅人2326年最關鍵嘅一個月，冇之一。三合火局完整呈現嘅時候，你嘅食傷能量去到頂點，貴人運去到頂點。整體嘅運勢氣場去到全年嘅最高峰，呢個月你做乜嘢都容易成功，機會好似潮水咁湧埋嚟。但係你一定要喺呢個月之前就已經準備好，因為機會嚟咗你接唔住，嗰種感覺比起冇機會更加令人扼腕。所以我建議屬虎嘅朋友由年初就開始規劃，上半年打基礎，下半年收割成果。農鬱9月係你嘅決勝月。第5個關鍵月份，農心12月，丑月大約，喺乙亥27年嘅國臨1月到2月，丑係牛丑屬土，丑月係冬季嘅土，寒氣比較重，再加上就快進入新嘅一年，成個氣場喺交替轉換嘅階段，呢個月屬虎嘅人運勢會明顯下滑，因為冬天水旺，水會克火，而火係你成一年運勢嘅核心動力。火被克咗，你會感到疲冧，動力唔夠，做嘢提唔起勁。呢個月你需要做嘅係休息調整，將二眼26年賺到嘅、學到嘅、經歷過嘅，好好整理一下，為下一年做準備。唔好喺年尾仲衝，學識適時收手。講到呢度，你應該對二申、26、丙午年屬虎之人嘅整體運勢有一個非常之清晰嘅圖景啦。最後我再講一個喺五行色彩運用上面嘅進階觀念，呢個好多人唔知道，你着嘅顏色唔止影響你自己嘅氣場，仲會影響你同身邊人互動嘅方式。舉個例，你着紅色去同客傾生意，紅色火氣旺，你展現出嚟嘅係熱情同自信，個客會被你嘅氣場感染，更加願意相信你，同你合作。你着綠色去參加家庭聚會，木氣溫和，你俾家人嘅感覺係平和嘅，好相處嘅，家庭關係自然和安。但係如果你着白色去面對一個對你好重要嘅談判呢，白色金氣肅殺，對方感受到嘅係一股冷冰冰嘅壓迫感，本來可以輕鬆傾成嘅合作，因為氣場唔啱，變得劍拔弩張，你自己仲覺得莫名其妙。明明冇講乜嘢過分嘅話，點解對方咁難搞？其實唔係人哋難搞，係你着嘅顏色喺暗中搞鬼。呢個就係五行能量喺人際互動入面嘅微妙作用，睇唔見摸唔到，但係佢確實喺度影響緊你生活中嘅每一個互動、每一個決定、每一個結果。好啦，屬虎嘅朋友，我今日將二辰、26、丙午年你需要知道嘅事全部話晒俾你知啦。最核心嘅3個重點，你一定要記實。第一，二辰26年唔好着白色，尤其係辦重要事情嘅時候，白色嘅金氣會克你嘅本命木氣，令你運勢受阻。第二，多啲着紅色，紅色幫你激活人午合火嘅格局，催旺你嘅貴人運同事業運。你喺二坎26年嘅舞台上發光發熱。第三，多啲着綠色，綠色幫你千超固本命木氣嘅根基，等你在火旺嘅年份唔至於被消耗殆盡，同時增強你嘅財運同心理穩定性。紅配綠聽落好難襯，係咪？唔會嘅，你用一個低調嘅方式去搭，深綠配酒紅，翡翠綠配暗紅，高級感十足，你着出去。人哋問你點解面色咁好、運氣咁旺嘅時候，你就靜靜雞笑就得噶啦。二申、26、丙辛5年，屬虎之人逢火而旺，遇木而穩，避金而安。你將呢3句說話記低，貼喺你屋企塊鏡隔啦，每日提下自己。我相信23、26年一定會係你屬虎之人
脫胎換骨嘅吳骨嘅一年。貴人嚟咗，你要接住；財氣到咗，你要把握住；健康好咗，你先有本錢去搏。如果你覺得今日呢段內容對你有幫助，可以訂閱一下頻道。二新26年全年都可以隨時翻嚟睇下邊幾個月該沖該守該着咩顏色，注意啲乜嘢事項，我全部幫你整理好晒，亦都歡迎你分享俾身邊屬虎嘅家人朋友，一齊旺起嚟，好過得你一個人旺。